連和珅都話佢哋犀利啊！你以為有錢佬使5個億買遊艇真係為咗享受啊？等我話你知背後佢哋嘅門路啦。佢哋註冊咗離岸遊艇租賃公司，自己租自己隻船，個月2000萬租金，就係咁將啲黑錢變咗海外收入，連所得稅都慳翻。更加魔幻嘅係，竟然有人夠膽攞10億買元宇宙虛擬地產，明知道係空氣都照玩啊！因為虛擬土地可以無限次高價轉手，今日10億買入，聽日揾個馬格號15億接貨，5億利潤，一場過洗白白。區塊鏈交易仲要係光明正大添，呢個套路私募基金一早玩到熟晒㗎啦。集資100億話投新能源，實際上只係投咗10億，剩低90億透過假合同付俾新加坡空殼顧問公司，美其名曰戰略諮詢費。DLP 嘅錢就咁合法出境啦。關注我呢條片啦，好可能活唔過24小時㗎。你知唔知最新 AI 使錢有幾狼啊？註冊1000間空殼 AI 公司，互相買賣垃圾數據，一份假數據賣1億，發票合同流水全部齊備，邊個可以證明啲數據唔值呢個價？20億一個月就洗白啦！體育圈玩得更加狠啦，神秘富豪30億收購咗隊爛足球隊，轉頭就將自己離岸體育公司簽20年贊助合同，每年支付5億贊助費，100億資金就咁名正言順轉到海外。上市公司老闆玩法仲高端啊！突然沉迷太空探索，成立航天公司，採購50億火箭零件，你估下點啊？供應商係邊個啊？原來就係佢親表弟喺馬紹爾群島嘅空殼公司，啲零件淨係存喺 PPD 入邊，啲錢早就去晒避稅天堂啦。最癲嘅仲係碳排放玩法，左手開高污染企業，右手整間碳匯公司，自己炒高碳匯權，1噸碳排放炒到1萬蚊，100萬噸就係100億。污染企業破產唔緊要，碳匯公司8億早就代穩咗啦。最終極嘅操作其實係喺醫療領域，瑞士開基因診所，國內富豪排隊去做治療，8000萬一個醫療成本，其實得8萬。佢哋醫咩病啊？咪就醫啲錢太污糟呢個病咯。9920萬免標醫療費，全球避稅。當普通人仲煩緊房貸利率升1%，呢班人早就玩盡全球嘅金融漏洞啦。用 NFT 收割韭菜，借加密幣跨境轉移，離岸信託隱藏財產。最後你睇透未啊？所謂嘅財富自由，其實全部都係規則制定者嘅遊戲。孭債還債嘅，永遠都係老實人。老友，你話呢個世界係咪離譜得滯啊？關注我，交多個金融朋友，下次同你揭秘更加爆嘅金融黑幕。